夠鐘拍片，隔咗成個星期又夠鐘講夠的，夠的唔係喎，呢副舊的喎，呢副似好啦，求其一屌。好，咁今次要講嘅咧就係呢副啦。哇，咁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呢套咧？咁今日要講嘅係乜嘢咧？係一張紅色卡，主角嘅，仲要有派生形態嘅，仲可以合幾把 Brave 嘅添。咁今日要講嘅的係乜咧？係啊，係 Saber，屌，係蒙面超人 Saber 啊！點解啊？嗱，紅色啱啱紅色卡主角啱啱都係主角，派生形態有啊，架撐用埋添啊，咁一定係啦。咁其實都唔係嘅，咁今日主要講咧都係輝龍嘅，可以諗係輝龍嘅，咁都係啦，跟翻 Fred 呢個 po 嘅。咁有位師兄留言咗啦，係講呢個12篇裏面嗰12隻 key 啦，咁其中一隻當然係個輝龍啦。咁除咗嗰啲怪之外咧，就係嗰啲架撐啦。咁你架撐點去整一堆 deck 咧？咁你除咗 Battle Brave 之外咧，就係要依副咁嘅 Saber 輝龍。咁點解行 Saber 底咧？咁啱啱佢係食咗呢個蒙面超人同劍士，而啲輝龍嗰邊咧係食咗呢個劍士同星龍嘅。咁啱啱好啦，都係劍士嘅，咁就行到嘅 engine，咁就用佢啦。咁而家我睇下副 deck 啦，咁副 deck 大概就係咁嘅，都係用翻呢個 Saber 嚟做底嘅，然後加翻啲大字啦，咁樣即係難聽啲講句，其實呢副係 Saber 食肉嘅啫，即係你唔係純齋砌 CB 咁樣啫嘛。好啦，咁睇下第一張卡啦，咁第一張卡啦，首先我哋嘅獅子人啦，咁 level 1、2啦，咁自己開3 deck啦，然後除咗佢自己之外嘅劍士或者劍人一張卡可以夾手，其他就炸到佢嘅。然後到 level 2呢隻係嗌打嘅時候啦，5000以下炸對面一隻 spirit 嘅，咁呢啲 sticker 位一定要落噶啦，而且佢係冇限咩蒙面超人同劍士或者蒙面超人同劍人咁樣嘅，純粹劍士同劍人一張卡可以夾手嘅，咁啲係比較靚嘅一種 sticker 嘅，咁一定要打橫噶啦。好啦，到下張阿仔個雷劍啦，咁5 cost 嘅，咁就一個中間位嚟嘅，係偏重嘅，但係佢條效係幾靚嘅。咁睇翻啦 level 1、2、3呢隻係召或者破壞嘅時候咧，咁聽一回自己手牌一張劍刃嘅 Brave 咧可以無費特殊召喚嘅，然後自己係可以抽一啲添。之後到 level 2、3呢隻係合體緊嗌打嘅時候咧，咁就12000以下炸對面一隻，咁即係基本上你第二個 turn 出到嚟咧，可以直接拉把劍，然後直接黃林就收對面頭噶啦。一張非常好用嘅字嚟，我覺得係，因為你嗰啲劍咧，嗰啲轉性劍咧，普遍都係比較大 cost 嘅，咁可以即刻拉把嘢出嚟係比較方便啲嘅。咁當然啦，呢副嘢仲有幾款方法可以拉啲架撐出嚟嘅。到下一張啦，就係 Saber 龍騎士形態啊，咁佢 burst 效果啦，就係對面炸死咗自己 spirit 之後啦，咁呢張卡就召喚啦，由自己手牌一張劍刃嘅 Brave 咧係可以無費支付召喚嘅，然後就炸對面12000以下一隻 spirit 就 OT 嘅。之後到 level 2、3啦，睇緊呢隻嗌打嘅時候咧，呢隻 spirit BP 以下嘅 spirit 一隻破壞，然後自己就可以抽一嘅，同頭先嗰把雷劍係差唔多效嘅，但係佢呢張係變咗張 burst 字嘅，而且佢叫做係炸到嘢啊，炸到勝嘅比較好嘅，都當係一個踩板嚟嘅，即係拉完劍然後直接嗌黃林收頭咁樣。到下一張啦，冰獸戰機啊，都係一張 burst 字嚟嘅，咁條件就係對面嘅 spirit 或者 Nexus 發呢個配置啊或者召喚時啊，咁呢張係無費召喚啦，然後自己粉3 deck，算唔算粉呢？開咗先咯，開3 deck，然後裏面每一張劍刃嘅 Brave 卡咧，咁呢個 turn 對面有一隻唔俾打，又開中嘅卡全部破棄嘅，咁其實同粉都差唔多噶啦，因為呢副嘢你冇得開中入手啊嘛，有嘅，但係唔係劍刃咯。又到 level 2、3呢隻嗌打嘅時候啦，自己垃圾桶一張版面啊，即係蒙面超人卡名嘅 Saber 啊、Laser 啊同埋 Espada 咧可以翻手嘅，即係執翻佢哋本身3劍俠咁樣。但係問題係執唔到啲劍啊，所以呢張嘢打3係作為一個防守位啊，可以係，但係我可能會走咯，呢個位我自己就覺得係，因為你嗌打你咪執翻架撐，你係執翻3巨頭咁樣，好似唔係幾好。好啦，到下一張啦，呢副嘢爆頭紙啊，10劍星呢個 Saber 最終形態啊，咁一張黃林紙嘅，黃林條件就係紅色同劍士啦，同埋 cost 6以上所有空間就做到噶啦。咁呢張係黃林時候啦，自己手牌同垃圾桶係全部劍刃啊 ，cost 5以下 Brave 咧10張卡無費召喚，由到 level 1、2、3啊永久效，呢隻 spirit 可以合2把有劍刃系統嘅 Brave 嘅，由到 level 2、3啊自己攻擊嘅時候係有 fresh 嘅，咁聽一回啦，自己合體嘅 spirit 係全部可以夾直嘅係，咁呢副嘢嘅 Brave 咧全部係落劍刃嘅啫，咁即係基本上你一嗌黃林咧，直接係拉2把大字出嚟先拍落去度，人哋如果你有豬剩嘅話，仲可以拉晒其他劍啊拍晒牆上面嘅，之後你基本上3格打緊，然後你嗌下 fresh 咧夾直翻佢就3-3收頭噶啦。好啦，然後就係到輝龍啦，咁一副輝龍 deck 咁都要落翻輝龍啦。咁呢張咧就係龍輝神啊嘅 revival， 咁有條 Ming 嘅效果嘅，就係呢個5蚊4輕減嘅，咁自己手牌劍刃轉繩啊，轉繩嘅卡咧我可以無費任意召喚嘅，咁之後就拍呢張係手元度啦。然後到呢張嘢照出嚟啊，8蚊6輕減照出嚟 level 1、2、3啦，劍士自己全部嘅 spirit 咧係可以合2把 Brave 嘅添。然後到 level 2、3呢隻嗌
打嘅時候咧，炸對面15000以下嘅 Spirit 或者 OT 一隻，炸到嘅話呢隻就可以趌直嘅添。咁對比起頭先 Saber 嚟講咧，咁呢個某程度上都係一個爆頭位嚟嘅，但係佢要分幾步嚟做咯，即係你要嗌咗佢條名後扯一啲劍出嚟，你要再召再合體，然後你再嗌打炸到你先可以再嗌趌直咁樣，基本上都係做到3-3，但係問題係就比較麻煩好多嘅係。好啦，講完 Spirit 啦，就到悲符啦。咁第一張啊，最光啊，金武器銀武器啊，咁係一張轉聖悲符嚟嘅，咁睇下效果啦。咁呢張悲符召喚嘅時候，呢個 turn 咧，自己蒙面同埋劍士嘅 Spirit 咧，全部係當最高 level 嘅。由佢嘅合體條件咧就係劍士同 cost 5以上嘅，之後佢仲可以嗌轉聖嘅添。咁轉聖條件啦就係呢個合體中先嘅要係，然後就係 battle 終了時咧，咁呢張嘢就可以嗌分離轉聖噶啦。又或者咧 cost 5以上自己紅色 Spirit 嗌打嘅時候咧，咁呢張 Spirit 狀態緊嘅 Brave 咧都可以嗌轉聖嘅。好啦，又睇佢個漫畫書形態啊，轉聖咗之後個樣啦。咁level 23啦，呢張係轉聖嗌打嘅時候 turn 一回啦，10000以下嘅 Spirit 一隻炸咗佢，由自己可以抽一嘅。又到level 23啦，自己攻擊嘅時候啦，呢隻 Spirit 同埋 Saber 卡名嘅自己 Spirit 全部加5000 PP， 再加到紅春添，呢個效果係唔重複嘅。咁都係一張非常好用嘅字啦，有春嘅，又轉聖劍，又可以特召當最高咧，即係同把間尺一樣效嘅添係。佢轉聖咗，仲會幫你加到紅春添，即係一個強力版紅勢咁樣係。你配埋紅勢嘅話咧，你真係可以做到一擊必殺嘅係。咁但係多數我都係去前面噶啦，好少會轉聖到佢嘅。好啦，到下一張啦，咁你玩得揮龍得嘅，一定要落揮劍噶啦。咁呢張就係揮劍 X 嘅轉聖嘅，有得轉聖嘅。咁啊level 1啦，呢張悲符召喚嘅時候，7000以下嘅對面 Spirit 兩隻，同埋對面一塊地炸咗佢嘅，炸到嘅 Spirit 同地咧係會洗為燃嘅添。有合體條件咧就係 cost 5以上嘅，合體緊呢隻嗌打嘅時候咧，俾呢隻 Spirit 破壞對面嘅 Spirit 咧洗為燃嘅都係有啦。你合體嗰陣時候咧，仲係有轉聖嘅添。呢隻 Spirit 俾對面離場嘅時候咧，咁呢張 Brave 咧就可以嗌分離又嗌轉聖噶啦。咁轉聖咗之後個樣啦，呢個轉聖化身啊，咁呢隻 level 123轉聖嘅時候啦，10000以下嘅 Spirit 全部炸撚晒佢，每炸到對面嘅 Spirit 一隻嘅話咧，咁自己就可以抽一嘅。之後到 level 23啦，自己攻擊嘅時候啦，對面如果唔穿一血落預備區度嘅話咧，係唔俾用呢個 magic 卡同加速嘅，都係一條幾靚嘅效啦，同埋可以炸到地嘅。同埋你轉聖劍其實你冇太多 option 嘅，你除咗即係你有10鳩幾把劍之外咧，咁係得幾把真係有用嘅啫。由你新嘅轉聖悲符得把烈火添，仲要係咁冇啦，咁一定要落噶啦呢啲硬件。好啦，到下一張啦。咁如果你行西把爆頭咧，咁一定要落噶啦。印黃劍十聖刃，咁呢把嘢召喚嘅時候咧，咁啊7000以下炸對面一隻 Spirit 嘅。之後如果係劍士自己效果特殊召喚嘅話咧，咁自己仲可以抽2嘅添。而佢嘅合體條件就係呢個蒙面啦，同埋呢個劍士啦，最係 cost 5以上嘅。咁基本上你蒙面出嚟嗰邊咧係全部合到噶啦。咁合體緊啦，呢隻嗌打嘅時候，劍印自己全部 Brave 呢把 Brave 召喚時嘅效果，或者合體緊呢隻 Spirit 嗌打時嘅效果，可以 copy 咗佢嚟發揮嘅。即係譬如你召喚時穿對面5格血咧，咁呢隻 Spirit 合緊把印黃劍嗌打咧，就可以偷到佢條效，又直接係咩召喚時穿對面5血咁樣嘅係。佢就限劍印啫，咁就當然落埋其他嗰啲奇怪狀劍啦，可以係。咁我覺得係幾好用嘅，你可以偷到唔同劍印 Brave 嘅。咁如果你惡啲，你可以落埋舊版嗰把夢幻天劍咁樣嗌打挫血添，係可以係。好啦，又撈翻啲肉啦，嚟翻啲正式劍啊。咁當然啦，下自己天空光劍啦，合體條件5以上，呢隻 Spirit 打檔嘅時候合體緊，turn 一回呢隻可以趌直。由轉聖嘅條件同頭先一樣啦，都係俾人離場嘅時候就嗌轉聖啦。咁你level 3啦，轉聖嗌打嘅時候 turn 一回呢隻 Spirit 以外自己 Spirit 一隻篤咗去，由嗰隻可以趌直。由呢個 turn 咧就要唔俾檔嘅添。由level 23永久效啦，呢隻 Spirit 係唔食對面嘅 Spirit 或者地效嘅。由到 level 3啦，呢隻嗌打嘅時候吹對面一隻翻的底，咁都係要佢嚟初打扭直嘅啫。即係譬如俾你隻 Sparta 咁樣嗌出嚟拍住佢，由初打扭直或者龍騎士咁樣，即係前期2格2格咁樣收頭嘅。到下一把啦，間尺咁就落唔落佢就見仁見智嘅。咁同頭先把最光劍一樣啦，都係升最高呢嘅，但係佢多條效就係封埋 magic 啊，封埋加速咁咩。咁睇翻條效啦，呢把 Brave 召喚嘅時候，呢個 turn 咧自己 Spirit 全部係當最高呢嘅。合體條件5以上，合體緊呢隻嗌打嘅時候，對面如果冇牆上面同色嘅 symbol 嘅話咧，咁就 burst 效果唔俾發揮啦，由 magic 卡啊加速卡都唔可以用嘅。由轉聖條件都係同頭先一樣，俾人離場就可以嗌轉聖噶啦。咁呢隻係轉聖嘅時候咧 level 1而家無視 Brave 合體嘅 cost 數 cost 10合計對面嘅任意破壞啊，譬如啊，又到 level 2啦，條永交下就係同頭先合體嗌打嗰條效一樣嘅，都係封 magic 啊加速啊 burst 效果咁樣嘅。咁呢把就係落1嘅啫，我自己係因為同把最光劍撞效咁樣，但係比較好嘅係佢唔係淨係合蒙面超人咯，你可以合翻張大紙合翻揮龍咁樣咯，叫做。又到下一張啦，我會落呢個光翼嘅神劍啊。咁點解咧？咁咪睇翻佢條效啦，合體條件5以上啦，又合體緊呢隻嗌打嘅時候啦，呢個聽對面 Spirit 或者 OT 一隻減10000 BP 變0嘅話咧，咁呢隻嘢就係趌直嘅。然後呢隻 Spirit 就要唔俾佢 BP 以下嘅 Spirit 或者 OT 阻擋嘅添。咁我主要都係要呢條效多條唔俾擋咁樣嘅係，但係佢對比喺舊版 Revival 嚟講咧，係一定要變0先係趌直，呢個就麻煩咗少少嘅。咁呢張嘢就可以換可以唔換啦。又到佢轉聖啦，同頭先一樣都係俾人離場轉聖嘅。由呢張嘢轉聖嘅時候，level 23啦，自己垃圾桶一張黃
紅色 magic 卡可以翻手嘅。又到 level 23啦，呢隻嗌打嘅時候啦，到呢個 turn 對面嘅 spirit 就係 OT 一直減10000，又變0嘅咧就全部炸咗佢嘅係。咁配合翻佢轉醒前變咗0嘅話咧，咁你轉醒完又嗌打咧，可以抹對面嘅牆，不過都好難嘅，你變咗0，對面都唔會俾佢留到台噶啦。好啦，之後到地啦，咁第一張啦，限一指嘅紅世界啊，咁呢副嘢都係偏紅色嘅，你合埋紅色劍嗌打嘅話咧，咁就一個幾靚收頭嘅。咁紅世界 revival 啦，配置時炸對面最低 BP 嘅 spirit 或者 OT 啦，炸到嘅話，如果自己 count 4以上咧，咁仲可以扣1啲添。又到 level 1啦，自己攻擊嘅時候重複波妥啦，本來 cost 5以上自己紅1色嘅 spirit battle 終了時，對面穿一血落預備區度。咁轉醒條件啦 ，cost 5以上自己紅色 spirit 嗌打嘅時候啊，或者呢張嘢俾人離場嘅時候咧，咁就掃住翻呢張嘢就嗌轉醒啦。又到 level 1啦，呢張嘢轉醒係嗌打嘅時候咧，就炸對面20000以下 spirit 或者 OT 一隻嘅。又調永久效啦，本來 cost 5以上自己 spirit 係全部會加到紅春嘅，咁就配合翻頭先嗰把最光劍咧，係可以做到一擊必殺嘅，而且佢就有根環回歸嘅。呢張嘢俾人離場嘅時候咧，就可以變翻做 A 面進行一個配置嘅。咁下一指咁落啦，反正你紅底係咪先？之後到神地啦，就係呢個變身啊，蒙面超人 Saber 嘅神地啊，咁可以托咧，除咗托翻佢自己蒙面超人同埋劍士之外咧，佢仲係去托到呢個劍印同 Brave 嘅，因為頭先落嗰紮全部正式嗰啲 Brave 係全部可以托到嘅。咁神技4啦 ，Level 1、2自己攻擊嘅時候係有 Fresh 嘅，咁就自己垃圾桶劍印嘅 Brave 一張卡可以無費召喚嘅，但係呢個效果咧係神托發揮唔到嘅。好啦，咁佢 Level 2射入諸神域噶，自己嘅 turn 時候啦，自己劍印持有嘅 Brave 同埋合體緊嘅自己嘅 Spirit 效果，令到對面 Spirit 離場嘅時候咧，咁本身場上嗰啲豬咧係去對面預備區啊嘛，咁就除咗蘇之以外，全部豬咧係去晒垃圾桶度嘅，係即係斬死咗你咧，你啲豬咧就去晒垃圾桶度啊，除咗粒蘇之外。好啦，到 Magic 啦，咁第一張啦，例如話啦 Kizuna Filuto 嘅，咁因為呢副係輝龍啊嘛，咁用翻主角啦 Azuki 啊，咁呢張都講咗好撚多次啦。咁自己效果開中嘅時候啦，或者神托落墳嘅時候咧，就可以加入手嘅。如果呢個效果係落墳加入手嘅話咧，咁自己創嘅11張可以加粒 core 嘅。又到 Fetch 啦，3蚊2輕減啦，自己開3低啦，由裏面嘅 Brave 啊或者創界神啦，一張加入手啦，其他卡就翻的底嘅。然後呢張卡咧就可以派場上面，由到去場上面咧係有條永久效嘅。自己嘅創界神俾對面作為對象嘅時候咧，只要炸到呢張卡咧，咁就可以唔理嗰條對象效果噶啦。到下一張啦，比較少見嘅 Kizuna Bass 啊，咁自己效果開中嘅時候啦，又或者自己神托落墳嘅時候咧，咁呢張又可以免費 set 低嘅。由 set 低咗呢張卡咧唔食對面效果嘅。咁佢仲有張 Soul Burst 嘅，咁條件就係對面嘅 Spirit 就係 OT 嗌打之後啦，咁就自己可以開3低啦，由裏面嘅轉聖卡又或者創界神卡一張可以夾手，這隻卡咧就翻的底嘅。然後手牌或者雲狀態 cost 3以下自己嘅第一張咧係可以無費配置嘅。之後咧你仲可以俾埋呢個4蚊2輕減啦，嗌佢條 Fresh 效嘅，咁佢條 Fresh 效就係單春以下嘅 Spirit 或者地可以炸到佢嘅，可以走一個防守位、息下位、炸地位，咁老練都要落噶啦。好啦，又到射手座之焰 LT 啊，一張我好中意嘅魔法卡啦。咁手牌手完呢張卡啦，唔食對面效先啦。如果對面攻擊嘅話，呢張就會變係2 cost 嘅添。然後聽回同咩啊？垃圾桶呢張卡啦，自己合體 Spirit 嗌打嘅時候，如果自己手牌5張或以下咧，咁呢張仲可以翻手嘅添。又作為 Fresh 啊，就炸對面一塊地啦，又合計10000 BP 嘅 Spirit 或者 OT 任意破壞，又或者2春以上嘅 Spirit 或者 OT 炸咗佢嘅，一個好靚嘅防守位啦，而且有得回收，咁可以打1嘅。又到呢張老市場出現嘅防止啊，暴風雪之壁 LT 啊，講都講到嘥口水啊！垃圾桶呢張卡啦，唔食對面效果影響嘅，又驚回同名垃圾桶呢張卡，如果對面扣自己血嘅話咧，咁垃圾桶全部 call 咧就可以翻晒自己預備區度啦，又進行呢個5蚊4輕減進行呢個使用嘅。咁佢條 Fresh 效果到下個自己 end step 嘅時候，自己血咧就會俾對面嘅 Spirit 或者 OT 咧嗌打扣到1格嘅啫。而喺垃圾桶使用嘅話，呢張就會 out game 嘅添。我就係變急口令噶咯，我覺得呢張卡係。好啦，到最後啦，咁我砌咩 deck 咧都要落契約嘅，仲係落契約地添，唔落創界神唔識玩 deck 啊嘛，係咪先啊？咁我今次揀咧係揀呢個光度嘅契約神馬神彈嘅，咁佢前面托嗰啲咧全部嗌唔到噶啦，你主要都係睇佢後面啊托到 Brave 嘅啫。但係你托到佢塊嘢咧100幾200粒珠其實都冇乜撚用嘅啫，呢條效完全係用唔到嘅，純粹要佢先一拍出嚟有2個紅春咁樣嘅係。然後呢副嘢又冇落嗰啲咩界放嗰啲嘢咧，偷唔到珠，所以就純粹為咗春嘅係。好啦，咁睇完啦，咁就睇下佢有咩改件位啦。咁改件位就係呢幾張嘅，咁嗰幾把轉聖劍又見仁見智嘅，你可以玩全紅色都得嘅係，咁嗰幾把轉聖劍可以唔使落嘅。咁呢個冰獸戰記就我個人認為就如果你配合唔到塊神地回開啲悲苦嘅話咧，咁就有少少辛苦嘅，咁就可以唔使落。紅勢都係啦，咁你落個雜色悲苦，然後你再落紅勢咧，咁都係會嗌唔到嘅。咁有咩可以變咧？咁師兄既然想玩呢個12劍啊，咁你就當然可以走咁啲嘢，又落翻晒12把劍落去啦，係咪先？係惡嘅，好冇用咧，咁就我就覺得係冇咩用咯，係咯就咁唔計呢啲啦。咁睇翻之後啦，咁就當然個粟米啦，係咪先？你轉勝咗都係一把悲苦嚟啊嘛，係咪先？又做到一把防止，又或者呢個黃八道啊，呢個尼羅河祝福啦，因為你可以回到血，而且你轉勝嘅時候可以執翻一張轉勝卡啊，即係你可以執翻啲 Brave 翻手啊，所以幾好嘅。咁就師兄，如果你真係想砌12劍嘅話咧，咁你又走咁啲嘢，又入晒12把劍落去得噶啦，係有冇必要咧？打唔打到人咧？咁就自己諗下啦吓，我就唔清楚，冇咁玩過。好啦，咁到最後啦，都係繼續買
賣廣告嘅，都係有咩 deck 想睇，有咩想要，有咩想我拍咧，咁都係去翻 Thread 嗰度下面嗰度留言啦。咁我見到就會覆你，然後咧就盡量扯啲時間幫你喺度執下副 deck 啊咁樣嘅係。好啦，有客談。屌，今次副 deck 咧係偏為舊 deck，因為佢始終係繼承咗呢個 Saber 直接掹劍劈爆對面一擊收頭嘅玩法嘅係，咁係可以打到嘅。但係你話打比賽嗰啲咧，咁都係照舊建議玩唔到噶啦，呢啲都係。然後就係拍片嘅頻率好似慢咗咧，係因為近排打機同埋玩陀螺，咁陀螺片會拍嘅，同啲 friend 玩嗰時拍嚟玩下啦，可能會係有啲咩講啊？屌係啊，白夜黃夢女啊，屌我希望你開 3D 編把白夜寶劍出嚟，屌好撚想睇啊我，冇諗唔到啊，屌你 BS 官方真係半拋棄衣制咁滯，屌我都諗唔到有咩鳩 deck 可以繼續講，屌你諗咩臭閪真係，唉。開始講，屌講司機啊，真係有講女人，屌啊！全網召喚山東人打女人，唉，下次打女人啦，下次，唉，講山東的啊，合州十啊，紅黃藍司機啊，屌，唉，講呢副，下次，唉，完。